馬太福音說什麼？第11章，到我這裏來。施浸約翰在監裏聽見基督的事，就差門徒去問：那將要來的是你嗎？還是我們要等候別人？耶穌回答：你們去把所看見、所聽見的告訴約翰，就是瞎子看見、瘸子行走、麻風潔淨、死人復活、窮人有福音聽，那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。耶穌對眾人說：論到施浸約翰，婦人所生的，沒有一個比他大的。哥拉汛有禍了，伯賽大有禍了！我在你們那裏行過神蹟，你們卻沒有悔改。在審判的日子，所多瑪所受的比你們還輕。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以到我這裏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我的軛是容易的，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。